王牌出場之無人駕駛。大家好，查理簡尼啊！適逢 Keyman 同馬爺去咗英國睇波，入場睇車仔對熱刺，睇到咁 happy， 我都想回憶下我之前睇過嘅同一戲碼。啱啱好喺10年前，熱刺奇蹟咁樣殺入咗聯賽盃決賽，對手就係車路士。正所謂杯仔都係杯，1月尾入咗決賽之後呢，就即刻入紙申請請假，諗住去睇波。我哋一班香港嘅熱刺球迷就一齊去溫布萊朝聖啊！多謝球迷會啊，搞掂咗啲波飛，我哋就各自 book 機票酒店啦。決賽當日呢，早餐就開始飲噶啦，早2個鐘頭入到球場啊，繼續飲。至於場波呢，結局就同早2日場波一樣，都係白衫輸波。一完場啊，個觀眾席就冇咗一半人噶啦。嗰啲咩頒獎禮啊，繞場一周，講笑咩？我哋嘅即刻閃人啦！喺球場外邊呢，搵咗間酒吧繼續飲。點知入到去呢，撞到之前效力熱刺嘅英格蘭國腳龍門啊 Paul Robinson， 我就不嬲叫開佢做羅拔臣啫喱手啊！佢好親民啊，同我哋就嚟個大合照啊，唱歌啊，傾偈。我哋仲即場唱咗首 England No. 1送俾佢，互相安慰，場面感人。好奇怪呢，場波之前同之後發生嘅事呢，我都記得好清楚。反而場波踢成點呢，我真係冇乜印象。慣咗噶啦，最緊要就係 keep 住有波睇，有得嗌，有得鬧，有得飲，有得唱，下次大概可以能碰着誰，成為幸福小姐一次，忘了舊事和男孩子熱戀幾次，仍然如此，又像禮物被拆開一張廢紙。下次是勝利那一次，能夠讚回從前為苦戀所投資，誰怕用情誰就會輸，就算重生2,7萬次，難道我就這樣嚇跑無下次？下次大概可以能碰着誰，鬧話裏積獎金一次，忘了舊事和男孩子熱戀幾次，仍然如此，誰在昨日讓我哭不足掛齒？下次沒法壞過今次，還有那事能令我悲傷不止，誰未繼續誰就會輸。